師傅，我想問下點樣可以提升忍辱啊？俗語所講，世事每從樣處好，人倫常在忍中存。又講到忍一點風平浪靜，退一步海闊天空。世間人好多時都係咁，何況我哋係佛教徒。一般人就認為忍係唔容易接受，忍就好似一把利刀咁樣插喺心上面。世間人往往就抱住忍耐恥辱，隨圖報復，或者君子報仇10年未晚嘅態度，呢啲都唔係佛教嘅忍辱，不單止增加我哋嘅煩惱同埋痛苦，甚至精神錯亂。點樣去理解佛教嘅忍辱呢？可以分為3方面。第一，無論對方有理或者冇理，都應該去忍。假若人哋嘅批評同埋毀謗都係有理嘅，就應該接受，唔應該生起嗔恨心。若果自己冇過錯，人哋亦無理取鬧或者亂咁批評，就要可憐佢嘅無知。所謂寧與智者對罵，不與痴人對話，唔需要同佢斤斤計較，否則自己亦同佢嘅一般見識。第二，為咗修福培德要忍。因果經裏邊有講，今生相貌端正莊嚴，係從前生嘅忍辱中嚟嘅。忍辱係有好處而唔係蝕底，因為忍辱係最容易修福培德。人有福德就無往而不利。第三，為咗償還宿債就要忍。忍係為咗償還過去嘅宿債。因果經裏邊就講到，今生人見歡喜者，前生見人歡喜故。人哋對我謾罵或者批評，因為前生對唔住人哋，而家若果能夠還債，佢就對我客氣啦。所以我哋對人呢，就應該生歡喜心，唔應該有嗔恨心，更加感謝對方為咗我而消災免難。金剛經裏邊又講到，若為人輕賤，是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以今世人輕賤故，先世罪業即為消滅。所謂未成佛道，先結人緣，對人哋客氣，將來成佛嘅時候，度化眾生就更加容易啦。認識忍辱嘅理由之後，加以觀照，就能夠提升我哋嘅忍辱。佛所講嘅忍辱第一道，亦名摩訶顯，就係咁嘅意思。師傅，鬼同神有咩分別？鬼道即係夜叉、羅剎、餓鬼，唔同種類嘅鬼嘅境界都係6道之一。福報差嘅就叫做冇財鬼，好多時都係冇嘢食，亦叫做餓鬼。有啲雖然得到食，但係唔足夠，就叫做小財鬼。有啲福報大嘅，好多時有飲食嘅，就叫做多財鬼。神就係天龍八部嘅通稱，有能力嘅神就係有力嘅鬼。師傅啊，我曾經聽過法師講過，以前出家人呢係住喺大叢林，請法師開示，乜嘢係大叢林呢？師傅曾經住過大叢林，叢林即係大寺院，住咗好幾百個和尚。叢林裏邊有各式各樣嘅樹木，青草遍地。樹木一齊咁樣生長，就會互相競爭。你長得高，我亦要比你長得更高。所謂叢林之下無曲樹，樹幹曲咗就唔能夠比高啦。大叢林裏邊每棵樹都有佢嘅本能，比自己長得又高又直。幾百個出家人住埋一齊，你用功修道，精進勇猛，我比你就更加用功。叢林就係俾修行人比賽用功上進嘅地方。早課有2句偈就講到，大眾分修希聖進，實地頓超無難事，就係咁嘅意思啦。大家一齊修道，睇下邊個成就嚟得快，你修你嘅，我修我嘅，邊一個都唔敢放鬆怠慢。若果懈怠唔精進，人哋就睇唔起你啦。
叢林就係咁嘅樣噶啦。可惜而家嚟講時移世易，叢林嘅情況都見唔到啦。師傅啊，我係一個基督教徒，但係對佛法又有興趣喎。而家我又去教堂，又會去佛堂，咁樣係咪對兩個宗教都唔尊敬噶？如果長期都係咁，會唔會受到懲罰噶？佛教要你做好人，基督教都係。如果你係好人，兩個宗教都唔會譴責你。你要增長學問，研究佛教嘅義理同埋基督教嘅道理，然後作為一個比較，睇一睇邊一個宗教較為合理、較為適合你，你就可以信邊一個宗教，邊一個會嚟懲罰你呢？師傅啊，有啲日本佛教徒將傳統嘅佛教重新詮釋，中國現代嘅佛教徒應唔應該將舊有嘅經書作為學術性同教義性上嘅研究，以及重新評估呢？方法可以變，教義係唔可以變。中國佛教嘅教義同埋方法上面都冇變，對弘法有一定嘅障礙。方法應該要變，要適應環境，但係教義就唔能夠變啦。從80年代開始，香港、台灣、東南亞嘅佛教都係將方法變通咗好多，呢個都係一個好嘅現象。佛教嘅發展突飛猛進，就係因為順應環境，改變咗方法。至於日本嘅佛教，不單止方法變，教義都變，呢個就唔啱啦。佛經嘅詮釋係古代高僧大德有所開悟而講述，佛學嘅內學智慧係從內心顯現出嚟。而家有一啲學者只喺文字上面做功夫，或者有所發現，對原來所講嘅就亂咁批評，呢種嘅舉動係要慎重考慮，唔可以自以為是，必須要知道依文解義，三世佛願，離經一字變成魔說。師傅啊，一般人求神拜佛，希望消災延壽，將惡報推遲，咁樣會唔會有違因果啊？定業係唔可以轉，若果罪業太重，即使求佛菩薩都唔能夠改變，唯有不定業或者罪報輕嘅，透過誠心懺悔同埋行善積德，先至可以將命運改變。因此亦唔可以講到求神拜佛係冇用嘅。師父啊，弟子喺屋企誦經，係咪一定要上香？同埋可唔可以將所抄嘅經文焚燒嚟回向俾祖先呢？上香與否並唔重要，但係將抄好嘅經文燒俾祖先就有問題啦。大家應該未曾忘記，佛教聯合會就將呢個抄好嘅心經想回向俾禽流感盡快消除，同埋穩定呢個民心，召集咗全港嘅佛教徒一起抄寫心經，大約有50-60萬份嘅經文喺某日多位嘅高僧大德主持之下就火化咗。呢一批嘅手抄心經，不單止係全港佛教徒嘅心血，亦係集咗好多高僧大德嘅願力而完成。既然抄經係為咗回向，但呢60萬份嘅經文應該放喺邊度呢？經上邊有記載，唔可以焚化經書。抄經固然有功德，但係火化經文又有過失，應該點樣處置呢？最終只有火化先至能夠解決問題。呢一次嘅活動嘅目的係我哋佛教四眾弟子團結嘅力量，誠心抄寫心經，以表示對社會嘅關注。
而佛教聯合會焚化佛經係不得已之下而進行，唔可以將呢個例子作為仿效，個別嘅人士就唔可以咁樣做。師父啊，地藏經提到，若果父母在生作惡，仔女可以代佢誦經同埋修福，亦都可以請其他人代佢誦經，以減輕罪業。但係另一方面又提到，父母至親死後無可代受，其路各別，咁呢個理論係咪有矛盾呢？佛法係好奧妙，唔學就還可，越學就越多問題。地藏經就提到，我哋可以為父母誦經修福，或者請他人代誦。亦有講到誦經者所得嘅功德，7份中就得6份，亡者就只有1份。雖然係少，亦有益處。古德就講靠山山會倒，靠水水會流，意思就講到生死要自己了，靠人哋係唔能夠了生死。因此請他人代為誦經，總比不上自己誦經好。所謂個人食飯個人飽，個人生死個人了。師父啊，弟子可唔可以喺朝早同埋傍晚喺佛前上香嘅時候，同時亦都俾祖先同埋地主上香呢？而齋菜同埋水果等等供佛一定喺中午之前，花同埋香係隨時都可以，上香1支就足夠啦。5戒嘅佛弟子最好只係供佛、菩薩同埋羅漢，其他就唔需要。如果為咗祖先同埋地主上1支香就冇問題，但係唔要拜。師父啊，一個受咗5戒嘅弟子，如果喺出邊食嘢嘅時候唔小心食咗葷，咁呢個罪過應該由邊個負責呢？邊一個都冇罪過，若果係有的話，就係發問人嘅罪過。食店係唔知道你係素食者，佢哋只係盡自己責任而工作，而你呢，就一時之間唔小心食咗葷食，雙方都冇錯。從前有一個出家人坐船去潮汕，有人問佢，若果船夫拖船將沙灘上面嘅蟹仔剪死咗，呢一個罪歸邊個呢？法師就回答啦，罪就係歸發問嘅人，因為冇人問嘅話就冇呢個罪過呢回事。師父啊，點樣統一佛教唔同派別嘅唱誦啊？北方同埋南方，香港、台灣、廣州、潮州都有唔同嘅唱腔，好難去統一。喺南方，最初大眾就跟隨住一位老師去學習，但係一代一代咁樣流傳落去就會有分歧。呢一個都係好自然嘅現象，大家都唔需要大驚小怪。師父啊，點樣去增長善根同埋消除業障啊？我哋做乜嘢都要慢慢嚟，呢個係粗中之粗。之後就要多拜佛、誦經同埋念佛，多種善根係粗中嘅細。往後就要聽經聞法，從聞思修入三摩地，就細中之細。不知不覺之中就成為習慣，達至拜佛念佛都係自然而然嘅事。大家參加呢個八關齋戒已經好有善根，但係有啲佛教徒就中意交際應酬，唔願意參與佛堂嘅活動。呢一個又點樣能夠增長善根呢？譬如暗中寶，無燈不可見，佛法無人說，雖慧不能了。冇聽法師嘅開示，
單靠自己又懂得幾多呢？若果冇多聞分集佛法，就係信佛多年都係門外漢。師父啊，弟子受咗5戒，因為身體唔好，可唔可以飲返啲補酒嚟調理呢5戒嘅弟子係唔應該飲酒，健康唔好，多病痛都係前生冇修福培德，殺生害命無數，加上後天又唔會調節呢個起居飲食，呢個情況就好比有啲人想成佛成仙，但係唔知道做好人應該有嘅本分。有啲人先天不足就後天失調，加上工作過勞，體力透支，形成體質虛弱。佢哋嘅工作效率唔能夠跟人哋睇齊，人哋可以支持8小時嘅工作，但係佢只可以做6小時，因為比人哋容易疲勞，所以減少工作量先係調理之道。師父啊，經中有講，若修行者離貪嗔痴而求於空，當知是人未善修行，不得名為修行之者，即係咩意思啊？以第一義諦嚟講，貪嗔痴即係界定位，如果三毒決定係惡，就永遠唔會改變成善。縱然修行亦唔能夠將其改變，因為三毒就冇自性嘅，既無自性就係空啦。所謂眾生有84000煩惱，就不出貪嗔痴；佛教有84000法門，就不出界定位。修行就係以界定位對治貪嗔痴。若果貪嗔痴嘅病治好，界定位嘅藥就唔需要食。既然冇病就唔需要食藥，呢個就係正人君子啦。呢一位嘅修行者，既然冇三毒，亦唔需要三學，就成為聖賢。呢個時候冇空亦冇有，如果再去求空，就畫蛇添足。師父，當我哋念誦地藏經嗰陣時，會唔會吸引咗一啲冤親債主嚟現前呢？呢一個係有可能嘅。有位女居士非常之掛住佢已經往生嘅女，日思夜想，非常之傷心，好希望能夠見到佢個女嘅一面。佛教青年協會嘅曹居士就教佢誦地藏經，果然佢能夠如願咁樣見到佢個女。好多人就誤解地藏經裏邊有好多鬼神嘅名號，若果誦經嘅時候稱念佢哋嘅名號，就會招請佢哋嚟。其實呢個都係謬論。事實上，只要誠心讀誦任何一部經，都能夠感動鬼神嚟聽經聞法，以及跟隨我哋一齊拜佛，呢個係冇問題嘅。佢哋只會保護我哋，唔會傷害我哋。